来，乡亲啊，继续是正大消息。来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准总统到立法院。原来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日伫个立法院来举行着新科立委的共识营。准总统赖清德以党主席的身份到场来致辞。赖清德是勉励着新科立委专业问政，加读一寡册，用专业的力量去听民众的心声。嘛唔通袂记哩，一开始做立委的初发心。赖清德嘛特别来交代，爱大家较莫应酬咧。赖清德讲，伊过去伫个立法院下班就转去宿舍，甚至参唱卡拉 OK， 伊嘛拢无去。穿硬正西装，行入来到立法院，准总统赖清德和立法院长游锡堃、民进党总召郭建明握手小正旁，就算天气冷极起，赖清德满面笑眯眯。毕竟过真侪年，佮行入来到立院，身份早就已经无共款。好，来看后面。和新科立委翕相，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新进立委共识行，这位赖清德是以党主席来参加，伊嘛伫咧现场提出3点来鼓励大家。虽然大家要来到立院真无简单，不过新科立委毋是菜鸟化，是国家新力量，爱将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沟通管道。第二，唔通袂记咧初中专业问政。第三，爱和党团共同合作，推动国家发展的目标。另外嘛，特别讲到，期待大家爱加读册，有更加侪专业力量来听兵器。做立委了后，会有真侪人来甲你拜托请食饭，不过这拢会用到真侪时间。较早伫咧立法院，将来保伫咧应酬半摊，下班就登去到宿舍，含唱卡拉 OK 就无去。主要是因为接下来的立法院战斗国会，我想我们一定都是要团体作战，所以除了自己关心的议题，还有自己选区的议题之外，也会需要跟党团大家彼此来讨论未来怎么样用最大的力量在国会里面来发声。当然就是说，作为新科的立法委员当选人，那我们是希望说最快速的掌握所有的议程，还有我们未来党团的方向，做好万全准备。不过最近嘛传出国民党有艺术提案要听赖清德国情报告，要求赖清德接受检验。来附国情报告，愿意即问即答吗？对媒体追喷，笑笑保险。不过相信任何挑战对赖清德来讲，拢是小事一件。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